在地人在地情，庆祝着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。台中潭子潭水亭的志工用面粉酥做出着100台斤的寿菇，互人跋杯摕转去食平安。还有未少神明的客囝特别倒来换券，要来保平安。 平安风调雨顺哈，谢谢。来，庙方下面台拔出头一批酸果活动起果，现场来真侪大人囡仔排队，希望把这代表平安健康和好运的平安菇炸断去。3杯可以换1只福寿龟哦，5杯呢可以换2只福寿龟。 庆祝观世音菩萨成道日，庙方今年准备1000只平安菇开放大家来接客区，现场冒用面粉酥打造1000台斤的平安大寿菇，冒真侪人依照传统方式等来到后头厝换券。伫6月19等来换券吼，整年度吼安尼吼，身体平安健康，老大汉。现场有跋杯活动，互大人囡仔试手气，嘛互传统节日变更加趣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